影業路、寶寧路及常寧路嘅迴旋處已於2025年10月26日改為交通燈號控制嘅十字路口。為減低對公眾人士於工作日嘅影響，工程團隊已意於2026年4月3號朝早至4月8號清晨復活節假期期間24小時局部封閉該路口，以進行瀝青鋪設工程。有關封閉路口安排如下：一、於日間時間上午5時至凌晨0時0分，保留路口嘅4條左轉行車線及1條寶寧路東行線。二、於夜間時間凌晨0時0分至上午5時，保留1條寶寧路左轉入影業路嘅行車線。喺實施臨時交通安排期間，駕駛者請保持忍讓及小心駕駛。喺出發前應考慮使用其他道路前往目的地，盡量避免使用此十字路口。預計日間交通較為繁忙，由上午5時至凌晨0時0分。喺上述路口臨時封閉期間，會保留4條左轉行車線及1條寶寧路東行線，並建議使用替代路線，安排如下。如果你依家身處將軍澳隧道並想前往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田下灣村或將軍澳醫院，請於1號出口離開7號幹線，並喺招信路、銀澳路進入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或繼續沿招信路前往相應目的地，前往寶林將不受影響。如你身處西貢附近並想前往寶林、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請於清水灣迴旋處選擇坑口道。然後經超順路、銀澳路行前往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而想前往寶林，繼續經銀澳路及常寧路北行，寶寧路前往。以及經環保大道及寶順路前往將軍澳隧道或將軍澳藍田隧道，前往坑口村或富寧花園將不受影響。如你身處寶林附近並想前往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請經寶寧路及超順路進入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你亦可經寶寧路東行，然後掉頭經寶寧路西行線前往常寧路，前往相應嘅目的地。前往西貢、坑口村或富寧花園將不受影響。如你身處坑口地鐵站附近並想前往坑口村、富寧花園或西貢，請經松華路、培成路、銀澳路、招信路、坑口道及清水灣迴旋處前往相應目的地。如你身處坑口村或富寧花園附近，並想前往將軍澳隧道或將軍澳藍田隧道，請經澤福路、影業路、寶寧路、招信路、環保大道及寶順路前往相應目的地。如你身處田下灣村或將軍澳醫院附近，並想前往將軍澳隧道或將軍澳藍田隧道，請經超順路、環保大道及寶順路前往相應目的地。喺夜間非繁忙時段內，由凌晨0時0分至上午5時，只保留1條由寶寧路左轉入影業路嘅行車線，並建議使用替代路線，安排如下。如果你依家身處將軍澳隧道並想前往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或將軍澳醫院，請於1號出口離開7號幹線，並喺招信路、銀澳路進入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或繼續沿招信路前往將軍澳醫院，前往寶林將不受影響。
如你身處西貢附近，並想前往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或寶林，請於清水灣迴旋處選擇坑口道出口，前往招信路進入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以及經環保大道及寶康路前往寶林、將軍澳隧道或將軍澳藍田隧道前往坑口村或富寧花園將不受影響。如你身處寶林附近，並想前往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請於寶寧路轉上影業路，並於清水灣迴旋處選擇坑口道出口，前往超順路進入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前往西貢、坑口村及富寧花園將不受影響。如你身處田下灣村或將軍澳醫院附近，並想前往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坑口村、富寧花園、將軍澳隧道或將軍澳藍田隧道，請經超順路及銀澳路前往坑口地鐵站附近屋苑，或經坑口道及影業路前往坑口村及富寧花園，或經超順路、環保大道及寶順路前往將軍澳隧道或將軍澳藍田隧道。如你身處坑口地鐵站附近，並想前往坑口村、富寧花園或西貢，請經重華路、培成路、銀澳路、招信路、坑口道及清水灣迴旋處前往相應目的地。如你身處坑口村或富寧花園，並想前往將軍澳隧道或將軍澳藍田隧道，請由澤福路、上影業路，然後經坑口道、招信路，再經環保大道及寶順路前往將軍澳隧道或將軍澳藍田隧道。受臨時封路影響，我哋預計上述路段嘅交通會較為繁忙。喺實施臨時交通安排期間，駕駛者請保持忍讓及小心駕駛。喺出發前，應考慮使用其他道路前往目的地，盡量避免使用此十字路口。工程團隊會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溝通，妥善完成工程，為將軍澳居民締造更舒適嘅生活環境。